国际新闻来关心哈马斯的政治头人哈尼亚，伫伊朗去互飞弹崩死。伊朗昨昏摕伊举办国葬，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嘛放调讲，一定要互以色列付出代价。目前国际拢惊中东会阁烧战，即马国际的油价金马拢千悬。伊朗当局猜伊伫首都德黑兰替互飞弹击杀死亡的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来举行国葬。载运哈尼亚棺材的车队，不管经过都拢车一堆人。伊讲的气温上悬是来到-39度，现场有泉水车是直接向群众来泉水降温。哈尼亚的遗体伫自由广场的葬礼仪式结束了后，就要运去卡达首都杜哈落葬。伊朗和哈马斯拢讲以色列是这个暗杀事件的源头。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真正伫德黑兰大学主持祈祷仪式的时阵，就要替哈尼亚的死亡会祭会刑。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对这是拒绝表示任何意见。总理纳坦雅胡31说，伫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台西真主党最高阶的指挥官舒库尔。另外，伊伫哈尼亚的暗杀事件了后，伫电视的演说内面讲，已经互敌人毁灭性的打击。בימים האחרונים הנחתנו מכות מחץ על כל אחד מהם. Israel claims that they want the hostages back, but acts like this are not going to make it easier to get the hostages back. Ismail Haniyeh w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Hamas. He was the lead negotiator for Hamas. He was the more pragmatic one. And Israel's likely to want Sinwar's head. 看到中东的冲突可能扩大，美国、英国、澳洲是小连续呼吁公民随撤离黎巴嫩。另外，国际油价、金价31嘛，拢总因为安尼拢起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